实体里的一切疾病都化为什么？腐败的脓血。腐败的脓血。一切魔障都化为蜘蛛、青蛙、鱼、蛇、蝌蚪、狮子等小寒生，一切罪障都化为胭脂、炭脂、灰、烟、云、气，致一切犹如飞泻的洪水冲走土城般，全部被甘露支流毫无阻碍地冲走，从足底、肛门、猪毛孔处黑乎乎地排出体外，这时观想自己下方的大地裂开，所有冤家债主男女围绕着始祖元魔王，他们全都张着口，伸着手，张着爪，一直等待着上面的脓血等全部流到他们的口手爪中。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就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一切众生与我们呢，就是相互都是这烟感亲的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比如说今生我们在人，我们现在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在整个的其他的所有的众生我们就不用讲，刚是人类的所有的众生我们也不认识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认识的、看过的、见过的、知道的，就是少数的人类，对不对？这个里面呢，少数的人类里面呢，就是一些是我们的亲戚，一些是我们的朋友，一些是我们的不喜欢的人，但是也大部分的人是跟我们相关的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对吧？但是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时间是太短了，从整个的轮回的时间跟一个人的一生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较的。从时间的长短来说的话，整个轮回的过程的时间是无数的时间，在人生的时间是短短的一个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是有，就是怎么说呢，也有冤家，也有亲家也有普通的人，但这些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时候呢，就是大部分都是有的时候做过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大部分，所有的众生都是有的时候做过我们的父母亲，有的时候我们做过我们的怎么说呢，亲人、出人，怎么说呢，冤家什么，都这样的。因为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消业障，说简单来说的也是还他们所有欠的债我们欠过很多众生的债，然后有过去有很多人对我好过，有很多人对我不好过，那我们也是伤害过很多人，也对一些人有好过，也是不好过，实际上都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留下这样的一个冤感亲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关系，所以到最后都变成债主。所以今生的父母也是一样的，那可能是他过去欠了你，所以今生他成为了你的父母，所以一直呢就是这一生当中他就还要还给你过去欠的。那一些这样就相互呢就是有欠来欠去的，都是非常不清楚的部分，所以不清楚的一些这些业力，所以呢就是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百正明呢，就是有大的忏悔，消除这些所有的业障
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这些从身体里面流出来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清净的东西，所以流出来的时候，从体内的所有的不干净的脓液也好，血液也好，各种这种恐怖的不喜欢的这些怎么说呢，动物排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地也是会裂开，自己所做的这个地也会裂开，那就是地的下面呢，主要是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牛呢，这就是主要就是阎罗王，然后它的诸位呢就是围绕着所有的冤亲债主，所以我们这样去观想，那他们把这个怎么说呢张口，然后就是要伸手跟你要东西，然后就是你拍出来的所有的东西进入到他们的口中手中的时候呢，就算是要换债换清了一次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百字名。如果能以此性的明观一切所缘境，则应如是观想；如果不能，则应有时转行观想金刚萨埵的身、面、手臂等而念诵。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一点点的，不是有一点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时候呢，就是连初步的也不想去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何一切事情都是真正的去学习的话，就是没有什么人做不了的事情。有没有去专心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观想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在念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观想金刚萨埵的身，有的时候观想金刚萨埵的脸，或者是手部等等这样的去念诵。然后念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有智慧，对不对？对。我们现在来说的就是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我们智慧不够的地方是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呢？业障。要知道这个啊，我们业障要消除的越多，智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一次一次多少很多次的念诵百字名的主要的原因是借用金刚萨埵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大悲跟智慧，一次有净化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所有的烦恼，所以非常有效的。有时观想其出世而念诵，有时观想甘露支流洗涤魔障罪障而专心念诵，有时以悔前记后之心追悔往昔所造的罪业，避免以后再犯之心而念诵。最后观想去与地下的始祖阎王灯冤家债主全部心满意足，至此已化解了夙愿，澄清了夙债，清净了所有的业障。于是阎罗王等都闭合了他们的口、手、爪，裂开的大地又符合了。到这个位置的观想的方面来说的话，那就怎么说呢？以上的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修持到这个时候呢，就观想金刚萨埵本尊佛父佛母在自己的头顶大轮上面。那么我们自己就是要跟所有一切众生一起念诵百字名的过程。那么念诵百字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我们就有的时候就观想金刚萨埵本尊，如果是全部观想不出来的话，那就只观想金刚萨埵的脸，或者只观想金刚萨埵的脸的最小的部分，就是只是观想眼睛的部分，这样也可以。然后，但是这个不能长期，就是必须得要放大或者是要换。有的时候呢，观想就是要忏悔罪障的部分；有的时候念想自己追回过去所造的这些业障，你自己今生有造过一些业障的话，这些都可以想起来，一直不断的忏悔，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些都是念诵金刚萨埵的百真名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相当于也是我们就是自利他这两个当中来说的，就是要利益自己的过程，消除自己业障的过程。自本自类着康中